不打算的各位弟弟妹妹们，那我是林恩，这样大四生。那我觉得我觉得不打算就像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对。然后虽然我参加的次数不多，可是最后这几次跟你们相处在一起，发觉你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幽默的因子，所以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很快乐。这样，那也希望你们的快乐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带给下面的弟弟妹妹们。这样，对，你们很棒。Hello， 打算的弟弟妹妹们，大家好。我觉得打算就像一个家一样，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像亲兄弟姐妹的感觉。你们有没有看这些布？每一条布的纹路都一样，就代表我们的感情一直都不一样，有喜、怒、哀、乐。然后我们的脚步也是跟这个纹路一样，就是有不同的变化。在我们每个就是不一样的年纪，有不一样的阶段在做一些文化的传承，然后对于我们泛泰雅的一些文化的概念，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你们未来会更棒，这样我爱你们。我打算像一个圆圈圈在一起，永远不会打散。谢谢，拜拜。Hello， 大家好，我叫布斯，我是大四的传四。然后我很开心，就是在大三这个大家庭，然后认识了大家。虽然跟现在的学弟妹有些都还不是很熟，然后现在也蛮少出现在大三的，不好意思。然后我大三对我来说，我是觉得就是这样像家人一样，然后都会互相的关心跟扶持，还有特别是在打闹跟例会的时候，都会跟大家一起玩啊，一起做一些织布啊，然后口完成之类的东西，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老人的话就是加有命他们，然后就觉得好棒，还有吴文馨、文馨，还有林恩他们。然后我想对学弟妹讲说，以后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加油，然后把大伞就是把它经营的越来越壮大，一直持续经营下去。谢谢。嗨，不打散的各位，我是娄信。我想要先跟我们大四的不打散的老人们讲说，谢谢你们这个从我们大一到大四，我们大家一起相辅相成，然后那些很欢乐的日子，我们一起在例会中很开心的那些过程，
就是很开心能跟你们在一起。我想跟不打散的弟妹讲说，你们真的很厉害。虽然我跟大一、大二的有些弟妹好像不太熟，可能也不太认识我，可是我觉得，我想跟像是西里啊、你们，长顺，还有子谦，志远，还有像鸭猛，我觉得你们都很厉害，就是你们接了会长，然后当了干部，又把大家这样子带起来，这样虽然我没有很常去例会，但是我在网络上有发到你们的讯息。我觉得你们大家都非常的团结，都是有在一起的感觉。那我觉得不打散对我的感觉是，从我大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温暖。那个时候有鸭蹦，还有欧饼、乳妮，他们就真的很像姐姐一样。那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温暖，就是不管大家以后都在哪里，我们都会想起我们曾经有这个家，这个家就是不打散。谢谢大家，拜拜。我觉得不打散像沙发。其实我觉得不打散呢，它像是一个题目，你要亲自去踏进去，去了解里面，答案就在不打散里面。文化的起源。我觉得不打散就像怎么面一样，因为我每次回到不打散就觉得很想家，然后吃怎么面的时候就会想到家，所以我觉得不打算有一个回到家的感觉。Hello， 大家好，我是渔船的吴某，然后很高兴就是今年是那个大四毕业生的，就是要送给他们一些祝福。然后在这里，我想要送给尤命、陈正威，就是从我大一进来，然后他是我直属渔船系的学长，优美爱情，对，然后很感谢他从一路到现在，就是算是一个 soul mate，soul mate 就是很好的学长，很好的朋友，就感谢他，然后祝福他的研究所之旅可以非常的完美。然后第二个要感谢的是文心姐姐，姐姐就是怎么讲，算是一个知心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非常 close， 就是不管有什么事有什么话都想跟他分享，然后也不会忘记就是启动就那天我当时怎么落泪的，对，感谢他们，然后希望这次大三能更圆满，还有祝福其他的像是一个很棒的学长学姐，谢谢。林慧姐，毕业快乐！有明，毕业快乐！你是老师，拜拜。Hello， 文心姐姐，你要毕业了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就是祝福你，然后。我知道我们应该都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心头大患，你知道是谁？可是我希望说就是就随他去吧，因为那个不会成为你，就是我觉得那不会成为你未来的，你知道任何就是那个什么阻挡之类的，对，好啦，那就祝福你毕业快乐喽。Hello， 不打散的长者们，恭喜你们毕业了。然后我想对有命，就是毕业之后不要再继续闹事了，继续传承你的老师的精神。不论你要读书还是工作，都要认真一点，不要一直睡觉。再来是文心姐姐，我知道你很爱我，但是人还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啦。还是要分开，我有空会去山里找你。再来是李妹，说好的我要去星光找你哦。你准备好你的那个什么住宿，然后我要去那边享受个8天8夜。然后我一定会帮你介绍
然后的离鬼打样，然后祝福你们一切顺利，拜拜。恭喜100毕业快乐！然后我要送给有命跟文心姐姐，有命，研究所等我，然后我会去找你，然后你以后也要帮我，我也可以帮你，有命，我爱你。文心姐姐，谢谢你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我，然后也很开心我们一起工作一阵子。那祝福你毕业快乐哦，拜拜。时光飞逝，光阴似箭，时间总是这么快，又到了毕业的季节。那首先呢，我先对如命说，虽然我在不打散只有短短1年的时间，但是我还是有观察你啊，然后觉得你是一个对文化上很热忱，而且又很勇于追求自己的根的人。那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态度很值得我去学习跟效仿。对，那不管未来你要工作或者是继续研读研究所的话，那我一样祝福你能够顺利，然后能够成功。然后再来是对文心姐姐说，对于文心，我觉得我观察到她在她身上就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然后也很谢谢他，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嘛，对，然后就是带我们去他的部落田调，对，那些回忆那些经验，我觉得我非常感动。那个时候也是我真正第一次去了解自己文化跟接触自己文化最深的时候，对，所以感触非常的深。然后很谢谢你给我这样子的回忆。那在那个过程当中，然后也很谢谢你这么精心的安排跟规划，然后带着我们，谢谢你。然后最后一个是石佳姐姐，虽然我们的互动没有说很多，但是还是一样祝福你，就是能够在未来不管毕业或者工作都能够顺利，那感情上能够赶快找到另一半，终成眷属。好啦，我最后不多说，然后就是祝福你们3位，在未来毕业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做出任何选择，然后我们都会支持你。然后一起加油 ，Loga！ 好，那首先对如命说一些话，对，那很谢谢你，就是这些日子就是教我们一些技艺或者是文化面上的东西。那像我也从你身上学到很多关于技艺方面的事，像是口簧琴的制作或者是编织之类的，对，然后都学到很多。那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老师，就是当我可能在宿舍的时候，可能某些地方可能不懂，或者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时候，你都会来教导我，就是该如何继续制作下去。对，那恭喜你要毕业了，就祝你未来一切都顺利。好。那接下来就是对文心姐姐说一些话。从你们部落驻马姐认识你到现在，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知道你是一个非常会织布的人，对，然后觉得就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其实你也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负责任的人，你常常把你乐观的态度，就是带给身旁的人，让身旁人都会有很欢乐的氛围。那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参与这些日子的一些活动、例会啊，或者是像金乐田调这些，就很高兴可以一同参与。那一样在这边祝你毕业快乐，未来一切顺利。好，接下来就是施佳姐姐。那对施佳姐姐其实认识的比较晚，对吧？那就我的了解的话，其实你有时候也是蛮疯的嘛。然后可是当认真要做事的时候，其实也是蛮负责任的。
对，也是蛮认真的一个人。然后也是很高兴能够和你在这些日子一起参与活动、例会这些事情。然后同样也祝福你毕业快乐，未来一切顺利。好。我想对大四的文心学姐说几句话。就是起初我在不打散的时候，就很想认识你，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的一个女生。然后认识你之后，就是我觉得你在例会就总是会面带微笑，然后你都会一直很高八度的叫我阿拜阿拜这样子。可是现在都听不到了，但是没关系，还是祝你毕业快乐。然后在以后的职场上，或是你想要继续就读，就是你要加油这样子。Hello， 各位学长姐好，我是金明。首先呢，我要对文心说，就是在这个当中认识你1年，很开心能够认识你，才发现哦，原来是我跟我妈妈同个部落的。希望呢，你在毕业之后呢，听说你要回部落做大事，希望之后回到部落的时候，村长就是你了。到时候我就去吃一下你们那个部落的情，这样。好，就是希望就是在之后能够顺利。然后听说你要考公务员嘛，就是你要努力加油喽，拜拜。没有，你还要继续讲。要32秒而已，一个人要讲1分钟。不要，我们用很长，快点就剪掉。不行，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你爱不搭讪吗？我爱不搭讪。没有诚意。我爱不搭讪。没有哭泣的，你要大喊。我爱不搭讪。好丑哦。你赶快停掉。嗨，有命哥。因为想要录给你，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每次都很关心我，就不管是哪方面的事情这样，然后就是要祝你毕业快乐啊，然后就是希望你毕业之后，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顺利的做下去这样，然后就是谢谢你每次都那么关心我，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虽然会觉得你很多问题，可是还是就是觉得很不错，就是有一个人这么关心我这样，然后就是祝你毕业快乐，希望你一切顺利，一帆风顺，拜拜。大家好，我是把样。因为他们说只能选1个或2个或3个学长姐，可是我就很拽，我就是要跟全部的学长姐讲，就是我虽然是慢慢不要讲话，我虽然是最慢进来的人，可是我还是想跟所有就是相处过的学长姐说，谢谢你们，不要讲话，机敏，我在录影片。好，我们继续，就是很谢谢你们带给我的快乐。笑屁哦，机敏，不要打扰我好吗？不要有任何的表情，我还在录影片。好，谢谢你们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回忆，也谢谢你们领导我们做很多事情。你们要毕业了，然后就是希望你们一帆风顺啦。所以我就是不想真的要挑1个人讲，我就是要挑很多人讲。就是好啦，我能说的就这些。祝你们一帆风顺啦，平安了啦，爱你们哦。李木姐姐，祝你毕业快乐，我会想念你的 ，Love you。我要祝思佳姐姐、文心姐姐跟雨蜜，还有丽恩姐姐，就是你们在毕业之后的生活都能够很顺利，然后也祝你们毕业快乐，然后希望你们可以常回来不打散这个家，拜拜。恭喜毕业了，命很强呢，最强。有命水蜜桃王子第1名哦。好啦，先这样啦，拜喽。嗨，大家好，我是雨妈。我有些话想对
的时候，我好像只有去不打散1-2次，然后在一上的快学期末的时候，有命就用 FB 密我说，叫我去参加那个就是去山里的田调，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还问他说我不去会不会很尴尬，然后他就说不会，然后那时候他一直叫我就是一定要去参加，然后我就不小心报名了这样，然后就是会一直待在不打散的原因也是因为有去那次田调之后，就是让我更认识不打散的人，然后觉得在不打散的哥哥姐姐们都很有温暖，然后可以一起学习文化，然后一起做对的事情，然后一起努力下去，所以我很谢谢有命。他平常也蛮照顾我，虽然很常会开玩笑。希望他毕业之后，在他的求学方面能够很顺利。有命，要毕业了呢！哇哦，真的假的？好啦，真的谢谢你啊！就是在我进不打散，然后好绕，没有，就是我进不打散的时候，然后你总是就是还蛮关心我就是从大1到大2，谢谢你啦，就是舍不得你，啾咪。好啦，毕业快乐，有命有美爱吃。还有不好意思因为吉米说只能拍一个人，所以林韵杰跟文心杰讲究一点，因为吉米讲的。毕业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语传2的雅木。首先我要对400的族人们说声毕业快乐。再来，我想对有命哥哥说，你辛苦了，你一直是我们不打散弟弟妹妹的榜样，不论是在语言方面，或者是歌谣，甚至是传统技艺，比如说织布啊，或者是苎麻那种，就是你懂的，你都是我们的老师。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们了，可想而知这对不打散的损失是有多大呀！好啦，总之不管你日后是要选择升学还是从军，都不要忘记东华还有一个不打散学生会，随时欢迎你回来哦。再来就是我们的织女文心姐姐，你也辛苦了，你常常在百忙之中不会忘记来参加例会，然后时不时的给弟弟妹妹一些鼓励跟加油打气这样。那么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能够一切顺利。最后势必要来唠一下成语，那就祝福你们鹏程万里，一帆风顺咯。拜拜，要记得想我们，有空记得要回来看看我们哦。Hello， 各位哥哥姐姐好，先说抱歉，是有一点酒醉的来录这个影片，然后我要跟文心姐讲说，谢谢你，在我进来的时候，然后你刚好要卸任，然后我们是同一个部落的，然后就是很谢谢这1年来，虽然我跟哥哥姐姐的相处是很久，然后想要我在讲什么？有点宿醉，有点酒醉，我刚喝完，然后我就是跟姐姐讲说谢谢你们，然后文心姐姐，虽然我们上大学前跟上大学后，他们都举证了啦，上大学前跟上大学后的感觉是没差，就是因为上大学前我们也很不熟，因为上大学后相处时间也很然后还要谢谢有没有气，
们唱歌很好听哎。然后还有诗佳姐姐真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然后就是相处时间真的很短啦，就是没办法让他们看到我更多疯狂的一面。还有不打算什么时候可以，不打算什么时候可以喝酒哦，我都想去农会了，我也想去阿雪。去啊，来啊！好了，姐，就是谢谢你们啦，就到这边，爱你们哦。